来关心，伫个嘉义梅山发生一件车祸，有一个看护伊送一个104岁阿嬷出门，为着要闪路边的一台货车，结果煞去互后边的车撞到。这个老阿嬷伤势是真严重，送病院了后，家属决定甲伊陪葬。也那伫个台中的丰原有2台车伫个路口相撞，其中一个驾驶不幸死亡。也那这2件车祸的原因是还要调查。 看护坐坐轮椅的老阿嬷行伫咧路的，煞互后边一台轿车撞到，老阿嬷加轮椅互伊弄甲飞起来，细一连才摔喺涂骹，看护也疼甲爬袂起来，老阿嬷受伤倒伫咧涂骹，袂顶袂动，救护车甲2个人拢送病院。即摆发生这车祸了，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啊，咱街路吼，只个摊贩摆物件摆了，有当时摆了较伤过济去吼，啊影响到咱的百姓的行动安全吼，真正有需要小注意一下。车祸是发生伫咧228即天下昼2点半，受伤的看护讲，迄当阵伊送104岁老阿嬷行伫咧半田村中山路，看到头前有一台停伫路边的小货车门开开，为着要闪伊，就甲轮椅摔到车路中，煞互后边一台车撞到。老阿嬷送病了，伤势真严重，家属伫3月7日决定要北港。台中市丰原区初二透早也发生一件冰车的车祸，其中一位姓林的驾驶被夹伫咧车内，要救出了，送机也是救袂大。林南驾驶自小客车由丰州路往荣春街方向行驶，与驾驶自小客车沿圆环北路往中山路方向行驶的蔡男，在路口发生碰撞。双方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，林南送医院救后宣告不治。警方讲，迄当阵姓林的驾驶的车，伊驶的方向灯号是姓红灯，另外一台车的方向是姓黄灯。因讲2台车经过路口时阵，看起来速度拢无减慢。姓林的驾驶伊的车和对方的车对北道边撞到了规台冰车，车损害甲真严重。警方讲，若看到灯号姓红灯时阵，就要停车才开；姓黄灯就要速度放慢通过。 因若这2件死亡车祸的原因，警方目前也搁伫咧调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